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中港兩地車批准證書，即係我哋俗稱批文卡，每年嘅續期嘅流程同埋細節。批文卡咧，其實係每年都要續期嘅，每張批文卡上邊咧都有佢一個固定嘅期限。咁我哋目前續期咧就有3種方式。第一種咧就係省廳現場嘅自助機續期。咁我哋去到省廳之後咧，就可以通過自助機上邊跟住佢嘅流程去續期、簽注同埋繳費噶啦。第二咧就可以通過省廳嘅官方網站申請續期。咁你就要需要留低一個喺廣東省內嘅郵寄地址同埋國內嘅電話。咁省廳通過審核之後咧，就會安排郵政上嚟收件。咁省廳幫你續好期之後咧，佢就會將你嘅批文卡原件寄翻去你原本留嗰個郵政上嚟收件嘅地址。第三種咧就係去現場續期。嗱，呢個比較繁瑣嘅，需要香港嘅股東或者董事，或者係批文卡上面簽注嘅司機，內地公司嘅法人，同埋內地公司參保人員帶住參保憑證，呢幾個人其中一種先至可以去省廳辦理續期嘅。咁香港公司嘅股東或者董事咧，就需要提供嗰個週年申報表，即係 NAR1 嘅核證本原件同埋複印件。而家就唔需要預約嘅，去到就即刻可以辦理噶啦。但係呢種流程就相對就繁瑣啲。咁好啦，到我哋將批文卡續咗期之後咧，咁其實我哋跟住就要去做海關備案啦。我哋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咧去進行呢個備案嘅。然後備案之後咧，我哋亦都要需要去到指模房刷新一下張批文卡，因為批文卡喺省廳續期之後咧，佢個數據唔一定會發送到去邊防嘅。咁我哋就需要去指模房刷新一下張批文卡，令到邊防同埋省廳同埋海關3個部門嘅數據同步啦。步驟咧就係呢幾個步驟，不過其實大家根本唔需要親身去完成呢啲瑣碎嘅流程嘅。關注我哋統一6張人仔就可以搞掂晒上面嘅所有嘢，包含工本費。因為我哋係系統化去做呢啲嘢，每日都有同事去做呢啲步驟，免去大家居車勞頓、收集資料同埋填寫繁瑣嘅信息。記住關注我哋係廣強深耕中港兩地車20年嘅服務。多謝大家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